Hello， 大家好啊！歡迎翻到嚟真偽堂嘅偽命題系列啦。咁偽命題呢個系列呢，其實就係我會就住一啲特定嘅話題去分享一啲我對呢啲事情嘅睇法，或者我親身嘅經歷嘅一啲事情啊。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喺下面留言區度一齊討論下、傾下偈，互相交流一下啦。咁今日啊，我哋就會講下最近嘅一個好大嘅熱潮啊。點解會話好大呢？我相信大家其實如果有經過可能係周大福、周生生門口，甚至乎係老鋪黃金咁樣，咁其實大家都會見到出面有一條人龍喺度排緊隊等住買呢啲貴金屬啦。咁冇錯啊，今日就係想講下金銀嘅購買熱潮啊。咁呢一集我哋就會聚焦翻喺全球嘅金銀購買嘅熱潮嘅現象，同埋一啲驅動嘅因素，到底點解咁多人會瘋狂咁樣買金又買銀呢？尤其是係香港人同大陸人排隊嘅場面，亦都係唔少嘅喎。咁睇之前記得啊，訂閱同埋撳個鈴鈴，每一次出新片你先知道嘅。仲有 comment like share 下面留言，要俾啲意見同埋大家交流下啦。咁大家又可以喺腦海度想像一下先，你行過各類嘅金鋪門口，有冇見到一啲排隊嘅現象呢？不論大大小小嘅金鋪，咁又或者喺周大福、周生生門口啦，又或者你頭先講嘅老鋪黃金嘅門口啦，甚至乎係喺荷里活道有一間叫做打金鋪嘅門口都有排隊嘅現象嘅喎。咁大家有冇見過呢？咁通常我見到嘅呢一啲現象，一般都係喺尖沙咀啦，或者係中環會發生得比較多。仲要係內地嘅遊客呢，係會比較上佔嘅比例係會比較高嘅喎。咁係咪香港人已經退卻咗呢個熱潮？我相信就都未係嘅，不過佢哋總有佢哋嘅渠道去購買咁解嘅啫。咁但係講翻呢一度，咁啊大大小小嘅金鋪其實都一定有人去買金飾㗎啦。咁而且買金飾嘅人其實亦都係越嚟越多嘅，好多人甚至乎係手持現金或者信用卡，直接就嚟買金條啦、銀條或者係金銀製嘅飾品。呢個場面其實唔止香港有啊，咁啊大陸客咧其實直頭係會專程嚟到香港掃貨添。咁頭先講過，我喺海港城嘅老鋪黃金有見過排晒隊啦。咁甚至乎其實係講緊美國嘅 Costco 賣金條嘅程度都係高到斷貨㗎。咁最近呢兩個月啊，即係2026年頭2個月啦，金價其實已經係衝破到5200蚊美金一盎司，銀價亦都係一度去到121蚊一盎司。雖然係有少少回調到去88蚊啊，但係整體個牛市個勢頭亦都係強勁。全球購買嘅熱潮一旦爆發咧，就好似全世界都想買呢啲貴金屬去避險咁樣。咁唔少人覺得金銀係一個安全嘅港灣，咁到底係咪真係咁簡單呢？呢個熱潮啊，頭先講我就唔止大陸同埋香港，其實全球都一路都受緊影響，而且即係喺中國買銀咧係出晒名㗎啦，因為銀價咧依家係上漲得快過金嘅。咁印度亦都係將金銀去貨幣化。銀金比率係去到10:1，咁你諗下啦，啊真係誇張㗎喎，其實。咁啊，美國因為特朗普嘅轉勢而轉向金屬嘅投資，因為銀價其實係上漲得快過金嘅。咁印度就會就住金銀嘅貨幣化嘅平台上面係有好多唔同嘅討論啦。有人係會話中國嘅銀價上漲係因為工業嘅需求爆升，導致到買家瘋狂咁樣掃貨。咁呢一個熱潮亦都唔係啲咩新鮮事啦。2025年金價升咗65%，銀價直頭爆升咗140%添。咁嚟到2026年，熱潮係依然係持續緊。而當呢啲熱潮持續緊嘅時候，代表住一個全球經濟嘅警鐘，亦都係咁響起。咁呢度大家就真係要留意清楚啦。咁有啲咩事係會令到呢啲熱潮咁誇張呢？其實我諗首先第一個最大嘅推手絕對係關地緣政治事啦。咁中東嗰邊嘅戰爭雖然係未波及到嚟亞洲，但係伊朗嘅衝突、美國嘅攻擊、伊朗嘅報復，
加劇咗全球嘅不穩。特朗普嘅政策包括50% 關稅、干預埋格陵蘭同埋委內瑞拉，都令到投資者其實係相對地係會擔心貿易戰升級嘅。咁呢啲事情係不但只會推高個油價，間接亦都係會影響埋亞洲嘅供應鏈。咁投資者自然就會轉向金銀作為安全港灣。咁喺 X 啦 ，X 即係 Twitter 啦，以前嘅 Twitter 啦，咁佢哋上面就有討論過呢一個熱潮唔止係一個短期避險嘅，仲要係一個體制嘅改變嘅一個 signal 嚟嘅。有人話特朗普嘅政策其實係某程度上係一個催化劑，可以令到金價一個星期就升咗4%。喂，其實升4%，你聽好似好少嘅，其實都好多㗎啦，以金嚟講，因為其實呢啲貴金屬一路以嚟個價值都係比較平穩，唔會上漲得太多，唔會下跌得太少。咁你想象一下，當局勢升級嘅時候，就係中東嗰邊嘅緊張局勢一升級，就會推高個通脹。亞洲經濟同樣都係會受壓嘅，自然好多人都會諗住，喂，快手啲入翻多啲金銀嚟避一避險先啦。反正你買其他嘢隨時都唔值錢嘅，但係金銀就一定係保值啊嘛。你揸住銀紙冇用㗎，你手帶住幾十隻撈、幾十隻 AP、幾十隻 PP 甚至乎係 RM 咁樣，你揸住架布加迪咁樣，其實都唔係一個保值嘅嘢嚟㗎嘛呢啲。但係金銀就唔同啦，金銀就算你揩花少少，你可能都只係跌咗少少金落地下嘅啫。而唔會話個價值一下子因為你花咗就會下跌到好勁啊嘛，所以呢一方面大家真係要留意清楚。咁第二個原因啦，經濟不確定同央行嘅購買，其實美國嘅債務咧已經係突破咗38兆啊，即係億之後啲個數字嚟嘅添啦。咁利息亦都係超出晒國防嘅開支，美元貶值咧，亦都係會推高全球通脹，因為好多地方都同美金掛鈎噶嘛。咁央行嘅行動嘅關鍵在於中國、俄羅斯、印度持續買金而減持美元。咁2026年預測每季買800噸金。佔咗全球嘅礦產嘅26%，即係佢哋加埋係會買800噸喎。咁呢一個結構性嘅需求係創建咗一個更高嘅地板啊，令到金價更加難跌。咁銀就因為工業嘅需求提升啦，爆到150% 都有啦。咁銀嘅主要用途咧，依家暫時都以我哋所認知或者會應用到嘅嘢咧，就會係喺 AI 上面啦。電動車啦、太陽能板啦，呢一啲嘢都需要用到銀嘅。供應嘅赤字其實係已經連續6年㗎啦，加埋一啲文化嘅因素，例如係農曆新年係會買金銀作為禮物啊，或者係嫁妝啊，呢啲傳統喺亞洲都係特別強盛嘅。亦都係直接推高咗零售嘅需求啦。第三樣啊，供應短缺同埋走私嘅問題啊。中國其實係將銀視為一個戰略嘅物資，而出口管制亦都係十分之嚴格，加劇咗一個全球嘅短缺。印度其實係考慮緊2026年咧係會增加呢個預算去到4至6%，導致走私量係會提升咗20到30%。銀嘅庫存其實亦都係已經跌咗75%㗎啦，銅價亦都係突破咗13000蚊美金一噸啊！因為 AI 數據中心嘅需求係十分之大，呢個唔單止係投機，亦都係一個物理性需求去壓垮呢個紙市場。好多製造商其實都受到影響啦。例如係銀價崩盤後，供應鏈斷裂，就會引發更多人去買賣實物嘅銀條啊！金條聽得多啦，其實都有銀條㗎。香港都有一間公司係有做緊呢一方面嘅生意，所以嗰間公司出面其實亦都係排晒隊嘅。走私貨嘅質素亦都係參差嘅。所以就會導致到投資者嘅損失。但呢一個現象其實亦都係反映喺熱潮背後嘅緊張。
最後不如簡單啲去預測一下2026年嘅走勢啦。咁專家其實就預估金價可能會去到6000至到8000蚊美金一盎司嘅，銀就去到150至200蚊美金一盎司。咁個波幅其實都真係好大嘅，特別喺金價上面6000到8000，中間不乏成2000喎，大佬咁大喎，你點解決啊？係咪先？咁啊波幅大啦，銀價亦都係曾經跌咗30%，然之後先至再反彈翻上嚟。喂，你跌完之後一定又有一紮人不停趁低吸納，然之後咁多人買啦，你跌嗰30%咪會反彈咯，好合理啊！咁但係如果經濟有好轉嘅話，會回調嘅。喺 X 即係 Twitter 上面，亦都有人話牛市係會延續嘅喎，提醒大家咧，真係唔好再不停咁樣去盲目咁樣去恐慌性地去購買呢一啲貴金屬啦。因為其實投機嘅成分係比較多嘅，咁我相信啦，其實你買賣得金銀或者炒賣任何嘢都係投機嘅行為嚟㗎啦。不論你炒賣股票啦，你炒賣樓房啦，炒賣呢啲貴金屬啦，甚至乎係你購入一啲外幣啦，都係一啲投機嘅行為嚟嘅。所以大家都真係要量力而為，而唔好喂大佬啊！依家咁嘅環境，咁我借錢我撲水都要買啦，我千祈唔好啦。呢啲投機嘅行為咧，真係大家真係要諗清諗楚，你先至好去行動啊，而唔好話人買我又買，呢啲羊群嘅心理真係唔要得，隨時會令到你咧萬劫不復啊！所以大家真係諗清諗楚，到底喂金同銀係咪真係喺呢一個時候要購買呢？或者喂金同銀係咪到而家都仲係最穩陣嘅投資呢？咁呢一度就真係要大家諗清諗楚啦。咁以金銀為題材呢，呢一度呢就係會一連幾集咁樣去講嘅。咁大家都真係又要繼續追住我哋真偽堂啦。咁啊〜總括嚟講，其實呢一股金銀購買熱潮最主要嘅原因都係地緣政治同埋經濟嘅不確定因素啦，再加上一個供應嘅短缺同埋央行嘅行動交織而成嘅。咁頭先講過，其實唔單止亞洲啦，全球亦都係受住影響。2025年金升65%，銀啊升140%。咁2026年個勢頭正盛啊，都仲係勢必係會延續落去嘅。咁背後隱藏咗嘅風險就係頭先講，買金係咪真係永遠都係穩陣？歷史上都有爆破，即係泡沫爆破嘅例子喎。咁容許我喺下一集再同大家拆解呢一類型金銀嘅問題啦，探討金銀內在嘅價值同埋波動性。咁下一集金銀系列嘅話係會講一下喺金同銀入面，其實原來都有一啲相關嘅傳聞係講咧，喂，原來有啲地方係賣緊假金假銀喎。咁到底呢啲傳聞係真係假呢？我哋有冇辦法去確定到呢啲事情嘅真係咪一啲傳言嚟嘅呢？令到個價值係會貶低翻，從而可以令到其他人趁低吸納呢？呢啲嘢我哋去到下一集再同大家講。而你哋又覺得呢一股金銀嘅熱潮可以持續幾耐？或者你有冇買金同銀嘅經驗啦？有嘅，下面留言分享啊！我哋下集再見，記住訂閱我哋真偽堂，下集見，拜拜。